挺热情。小兔崽子们，你们砸两回冰的是空的，砸老子就是带水的，是不是？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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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欢迎老师的方式很猛烈啊，但是老师很喜欢啊。我呢，是代替廖学兵接管你们的莫永泰，这学期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你们归我了啊。你们廖老师让我给你们带句话呀。你们这些小兔崽子，要在我不在的时候不好好学习、逃课、作弊、打架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，会踢烂你们屁股的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大爷，吃糖啊！大爷，喝水啊！大爷，我唱首歌给你听呗。大爷，你跟我说说话呗。不要担当退学。什么？在校长室